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的，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日阿群妹要来带大家出去了哦，要去哪了呢？要去桃园了，去桃园做嘛个呢？去桃园看天阳。因为啊，下摆的桃园天阳节就会开始了，第5月12号到5月27就会来开始的。故说今日节目当中就会来同大家来收集，上来下摆天阳节底度有嘛个好看的天阳，韩国有嘛个精彩的东西要同大家来分享哦。细细格格来分享，Andy 今日的来宾，先来分享 Andy 桃园天阳节的策展人，欢迎我们的尤慧珍尤老师，欢迎。主持人大家好，我应该用客家话说是不是？太嘎好，太嘎好，是。我是尤慧珍。欢迎尤老师来到您节目现场吼，韩国人而已嘞，没黑亚拜天阳节嘞，这个我们的媒体宣传给很美丽的客家说好么哦，欢迎小敏，欢迎。大家好，我是小敏。欢迎小敏来到 Andy 节目当中吼。鼓手啊，其实在这个影展的部分啊，大家可能都会想到，台北电影节影展就会想到金马影展。其实有非常多看电影的机会，但是这一次的 Andy 桃园潘内亚桃园天阳节，真的像小敏跟大家讲一下，专门该要不要潘亚桃园天阳节？潘亚主要想要同大家讲嘛，该透过这个电影节。我要就想我传达一个想法，就是天阳节係大家都做得來參加嘅。故所我要就也拜強調嘅觀念，就係生活就在電影就在生活中，電影就在生活中。故所吼也拜桃園天陽節，阿權妹講下一開始嘅時間有些講唔錯啦，吼係5月12號開始，唔過係到呀5月25號，一段時間歡迎大家有閒的時間去看看啦哦。唔過啊，剛才你有看到那個預告的影片，預告的影片呢邀請到了不同族群的代言人，为什么这次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像呛呀某 Q 用的代言人，而且这些感觉这些代言人好像各自有一些想要说的话，或者是想要表达的理念，对不对？我要拜抢到董特别抢到西藏代言人有柯一正导演，还有农民的代表徐同全大哥，是还有原住民的代表吉瓦斯瓦旦，还有新住民的朋友关美芳小姐。我要就想要讲的就是桃園係一個有認同當導演有當無昆用的文化的地方，故所我要就用代言人的方式，以強調一個理念。對，真嘅，就像中馬該會講桃園係一個非常多族群嘻哈屁來的素材呢，因為就亞百年有去這個桃園農博，我有去走走晃晃。然後我發現呢，底部的主題真的是針對各個族群去設計的，所以其實就針對特別講，其實呀桃園呀的素材，它本身就是非常的族群多元，所以就像一開始說的，電影就在生活中，那我們邀請到生活中可能會出現在我們身邊的各個族群的人，來跟我們分享這一次的桃園天陽節從哦。所以啊，如果說電影節有非常多種，我們聽過非常多的電影。那這一次桃園電影節，它的獨特性是什麼？希望給大家看到怎麼樣不一樣的電影節。小敏，不要推來推去，說一點講得很好。我怕我客家話講錯，沒關係，我們可以穿插。主要是想要希望大家都來，就是不管是什麼身份、什麼背景的人，大大小小全家都得來參加一個天陽節啊！一就希望一個天陽節係種親民嘅，沒有距離的。對，這個很重要，親民很重要，因為阿群妹啊，有想是有一些特別的影展，它會播放一些很厲害的片，不過阿群妹有可能看不上，有一些片我覺得有可能我看不懂，所以其實親民。當然，專業的電影分享是一個很重要的方向，但是我覺得親民也是一個讓大眾可以最直接接觸電影的方式。對，那這一次也特別邀請到尤慧珍老師來當這一次的策展人。但是據我所知，老師其實你並不是桃園人。
对呀。对，那老师怎么会来到桃园这么荣幸，可以邀请到老师来当这次的策展人？没有，这也是我的荣幸哈，因为我一直在策划各种不同的这个影展嘛哈。那桃园确实对我来讲是陌生的啊。不过像郑文灿市长，其实他之前在当新闻局的局长的时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在金马影展还是在台北电影节，总之就是他就是我们的主管单位，本来就有一点认识哈。那再加上这一次我们的电影节的地点是在这个马祖新村那里有一个电影馆嘛哈，就是叫做光影桃园光影电影院啊。那一个很棒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像台北光点这样的一个地方哈，他的这个团队在经营的那个团队是吴宇峰导演。他所领导的。那吴宇峰在台湾算是非常知名、非常资深的一位纪录片的工作者啊。他很早，我们都是在笑说我们是从小看他的电影长大哈。他拍那个《月亮的小孩》，讲白化症的小孩。好，现在他在到处去走，很多人看到他就说：“我看过你的电影哎，叫做《月亮的小孩》哈，那已经是很经典的一部台湾的纪录影片。那还有一部就是《生命》啊，是这个大地震哈，9·11大地震之后的这个他花了5年时间去拍摄的，在国际上得很多的大奖，而且当年在台湾是创下票房最高纪录的一部纪录片哈，对，所以就是他有很好的成绩。那我们是同乡，我跟他都是宜兰人所以我们当然也不是从小就认识了哈。那总之就是比较就是很熟，然后电影的领域里面跟他也很熟悉。那他已经从2015年开始，他的整个团队就经营了这个桃园光影这个电影院。那这样经营下来，我就觉得他在地真的是花很多力气。那因此我才觉得，如果是有人把在地都照顾好，那我来做一个策展的话，相对比较可以抓得到方向，否则你就会觉得很隔阂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其实这一次的桃园电影节举办的地方，就是刚刚老师说的这个桃园光影的电影馆，在马祖新村亚照首猜马祖新村，可以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马祖新村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吗？马祖新村佢頭擺就係舊建村嘅，嗰度有當特別嘅歷史意義。又有它特殊的历史的意义，就从古手地亚到寿泰，现在又把它变成是一个这个桃园光影的电影馆，所以其实会给大家不一样的冲击跟不一样的想法。韩国主题呀，桃园公养天养馆以外，那我一早期拍的寿泰就是在我们的中立新桥的国际影城，就会泰加公的大江国际购物中心。要用到寿泰二用的哈风片，要怎么抵达？我哋都要安排轉車從拉火車站嘅後站，草茶都會經過公養天養館，然後再坐到中拉新橋。新橋的這個國際的影城，古說其實啲中央火車站的後火車站去坐接駁車就坐得多幾片咯。古說大家唔是太煩惱這個交通的問題，假使講唔想去就坐得到你桃園中央火車站的5月12號到5月25號哦。古說啊，其實桃園天陽節還有等等嘅內容，愛同大家來分享，都也下都還忙同大家講片單咯，等下休息一下，轉來再個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Coba ini dulu. Gagah kok. Nanti kok jadi orang besar, jadi gubernur. Lihat dulu. Makan ke yang banyak, nak. Supaya seperti ke bapakmu. Jadi betul perasaanku. Kapan pestanya? Saya tetap di sini, Ma. Tidak banyak perubahan. Masa dia bilang
emak mengganggu rumah tangga mereka. Kamu lahir, tanah Bukaka menjadi harum. Kita kasih Mia nama yang indah. Atira, keharuman rumput. Emak sedang mencoba menegakkan lagi rumah ini. Caranya? Tidak. Saya cuma mau minta manja, Ida.好，分享大家有陣到復起來節目現場，家下人看到的樣片啊，有知道給馬屁全部就起起來，有沒有很有感覺的一部片？這部片呢，就係 Andy 亞拜桃園天陽節的這個開幕片，它叫做《母親大人》。不過啊，我覺得這個整個策展最重要的就是選片了。到底為什麼會選這部片來當作是開幕片呢？選片是應該是一個非常非常艱難的過程，對不對？会互相看说谁要来答这一题。好，其实选片不难，要让大家就是同意你选的片就比较难，所以很难呐、是不是？为什么会选《母亲大人》这部片？是因为即将要母亲节吗？这个也是原因之一啦。哈，那因为我们在桃园这边办这个电影节的时候，没错，依据因为我固然我过去办了很多的电影节，也策了很多展啊，但是在地的这个耕耘这个部分是我们艺术总监哈吴以峰他比较熟悉，所以他是告诉我说，第一个大家不熟悉有电影节。对，桃园在地不熟悉，所以希望呢，就是说你要让人家觉得有亲和力。对，好，还有这么多人帮忙，他要把大家都请来看开幕片。那我们可不要开幕片找一部很艰涩的影片，然后我再去那边像老师一样的教大家，这可不太礼貌，对不对？好，那所以就是说，我们让他亲和力强，但是当然影片也还是要有一定的素质。好，那最后其实我们有好几部片在做一个这个选择。那我们选的这部《母亲大人》呢，就刚好有几点都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第一个，它亲和力很强，好，所以这故事很通俗，我妈妈都可以看得懂。它很长明的感觉。对，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就说它是印尼的阿信的故事，好，就是一个很这个生命力很坚韧的这样的一个女人，然后她是一个这个伊斯兰教的一个社会，所以他们的这个男人他的年代是设在1950年代，比较早期。那他们的这个男人是可以有好几个太太，只要你负担得起这样哈。所以这个女主角她虽然是一个贵妇人，她依然无法去阻止她的先生另外有，而且是合法的其他的妻子哈，所以她又要维持一个自己的身段哈，那又要再照顾她的家啊，然后又要就是要顾及自己跟这个丈夫的颜面，所以是很辛苦的。那这个我想这个很多的这个女性看了就会觉得非常有感受，就是你一定是要这个辛苦自己就是委曲求全这样子哈，所以亲和力是没有问题了。那这个影片的这个导演，他曾经在印尼创下一个最高票房纪录。好，有一部影片叫做《天虹战队小学》，是在2008年，就是我们的海角7号那一年，所以这样很好记哈。就刚好那一年，台湾有一部很卖座的影片，印尼有另外一部，也是这个女主角演的。好，那个故事也很好玩，就是一个很小的学校，只有10个学生，所以他们的政府是说，只要有10个学生，这学校就继续，少一个就关门，所以大家赶快手拉手，就是一个都不能跑掉这样子。所以那个故事很简单，可是温馨感人。好，所以这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一个导演，那我们就拿他的影片来放映给大家看，就是觉得这就很棒哈，拿来当开幕片是很好的。那一般影展会邀请导演来嘛哈，那我们就想说通俗一点，我们还是邀女主角好了。哇，对，所以正好女主角她也时间上可以，哇，那这就更让我们觉得就是说，那这个来当我们的开幕片是很棒的。
所以在这样的几个条件之下，我们就邀请了这个影片当开幕片，邀请了女主角来担任我们的这个开幕嘉宾，然后顺便我们也就把那个天虹战队小学也邀来，真的就变成就是另外一部加码就对了，加码演出，对，那就是让大家惊喜一下。然后这个女主角来了，她就也可以去站台一下另外的那部片。哇塞，大概是这样。第一部的开幕片就这么的厉害，而且。就是我刚刚看到的介绍，还有刚刚整个看完预告片，阿 Q 莫应该这一次都很感动，而且其实是很容易让大家都可以有感受、很有 feel 的。接下来我看到的另外一个是我们的特映片，而且就是刚刚有慧珍老师一直提到的这个吴以峰老师，他就是导演。对，这一部片叫做《寻找堂吉诃德》，我还蛮好奇的，为什么他会叫《寻找堂吉诃德》？因为堂吉诃德这个人，他是小说的主角嘛，那他就是一个很荒谬，有点荒谬，但是你又觉得他好像活出他自己的一个路线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为什么这部片会这样子命名？它大概是在说什么？好，堂吉诃德我们知道他就是小说嘛，哈，然后小说里面的人物他就是要去打这个一个风车，对，那有一点就是狂妄，但是他又有一点理想性格，好，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带一点好笑的，但是他那个荒谬之中又有一种理想性这样的一个角色。对，那这部影片其实是吴以峰导演跟着纸风车这一个儿童剧场跑遍全台湾300多个乡镇啊。纸风车曾经有一个计划，就是全台湾的每一个小乡镇大城小镇他都去，只要你们当地可以凑一个30多万元就是去 cover 他们的这个表演交通等等这些费用，那他们就可以去做一场表演。而且他们立志说，我不跟政府拿钱，哇，我们希望用民间的力量。那结果就做成了，花了好几年的时间。那这部影片，吴以峰导演就是跟着这样去拍摄，但是他主要不是在拍纸风车这一个表演团体本身，也不是拍那个舞台上的表演，对，他拍的是谁去促成这个事情。好，那每个地方都有小人物，这些小人物都是。你什么都没有，你想，你如果要你出去募个30几万，然后不只是募款你还要找一个地方，你还要号召大家，你还要做宣传，对，那这些事情你没有赚1毛钱这完全不是赚钱的事情。是，那为什么大家愿意做，而且他们做成了？就是全台湾有那么多个像堂吉诃德一样，就说傻傻的，好像那个付出你要去征服的，但他刚好是去扣那个风车这个主题就说你要去做一件好像是追求梦想的事情，好像很遥远，好像做不到，可能会被笑，可是做到了，但是对，结果他们都做到了。对，所以这个影片我们差不多他做过几次小小的测试，还有技术上的测试，给我们自己工作人员，还有一些主要的赞助者，大家看了都会就是又哭又笑因为实在是你会觉得很感动。台湾怎么有这么多不求名不求利的小人物？为他们自己的家乡的孩子去促成一件小小的，好像看起来不怎么样的一个事情，花好多的力气，没错，这个力量让人非常感动。对，古说啊，做在地桃园天阳节底度。看到亚关湾的天阳，没做得看到台湾的天阳，而且这次还特别策划了这个台湾奖的竞赛，挑选了15部的纪录片，对不对？而且都是台湾的纪录片，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会特别想要举办，拉出一个这个台湾奖的竞赛来举办吗？其实这个要说到，就说桃园电影节今年虽然就是之前曾经办过，但今年等于脱胎换骨，重新来过的那种感觉那这个桃园市政府非常有企图心因为你一旦要办竞赛这件事，是不能够随便开始，然后办1年，明年又不办，有一点不好意思这样所以是有企图心的，有想法的。那但是桃园说起来，它是跟电影没有太直接，电影产业没有很直接的连接，它不像台北台北是完全都是这个电影的一个重镇，它也不是像高雄其实经过10几年下来，他们已经有相当的电影的基础，那桃园没有。可是又希望在这个部分去使力所以呢，就是他也听了大家的意见，就觉得说，那我们从纪录片下手，因为纪录片可进可退，纪录影片是我们在观察真实的人生的时候最敏锐的一种电影的形态，最直接，对，最直接，然后你又要最真实。那什么是真实？又有很多的环节可以去
去辩证啊。那当你做完了这个观察之后，你其实又可以从这里当做你的基础。如果你要去写剧本，你要变成这个剧情片，你要去做别的发展的时候，机会又很好。所以我们把纪录片当做一个基础。那既然要做，就把它做大一点哈。所以这个台湾奖的竞赛，对，就是一个全台湾大，应该说是奖金数1数2的高哈，这样的一个纪录影片的一个竞赛。而且其实啊，给用实地线的时间有100多部的这个电影都来比赛，而且最后选出这个15位的入围者，15个入围片单，刚哈你都样片红都有看到。故说啊，说了呀，桃园天阳节还有按多嘛个精彩的素材，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再来同大家分享。真到福起來嘅節目，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阿群妹我邀請大家去到桃園看天陽哦。今年呢，桃園天陽節我開始咧，就喺5月12號到5月25號。剛才有講到好呀，還有特別嘅台灣獎，我本睇下看到any台灣嘅紀錄片同優秀同讚到嘅紀錄片。唔單止安尼，還有另外一個主題，按到青春記事。到底青春記事這個主題，它裡面大致上是怎麼樣的一些片單，怎麼樣的一些內容？青春記事是這樣子，因為我們確實是在認識桃園哈。對。那我們發現其實桃園人真的非常怕拼啊，就是大家都努力在賺錢哈。是。那然後很重視教育，然後年輕人很多哈。那所以我們就覺得，就說我們就去着重這個青少年，從國小開始的，然後到國中到青少年哈，讓這個學生他們有機會走到電影院裡面看一般不太容易看到的這種的影片哈，所以就有青春記事這樣的一個單元。基本上呢都是成長，以成長作為一個最主要的一個共同的主題。那在這裡面就有來自各國不一樣的作品，各國的作品，對，給大家可以去觀賞，包括法國啦等等非常多哈。其中有一個是台灣的叫馬賽克少年，對，這部片很特別啊，就是這是一部桃園的故事哦，就是桃園在地猜題的故事。對，所以我們就覺得那正好啊，因為他講的很有意思，就是這導演其實是一個很資深的紀錄片的導演，那他找到一個就是有點類似像少年之家哈，在桃園，那個主持那個少年之家的一個這個主持人哈，或一個負責人，他原來比較年輕的時候，他是一個煙毒犯，他其實已經進出監獄很多次，所以他完全了解那種更生人的痛苦，還有就是說你很多時候無法自拔的這些事情。那他因此用那樣的一個過來人的角色，然後呢就跟他的這個妻子一起，他們就有一個就是專門收留有中輟生的，有那個家庭暴力，因此小孩就是沒有辦法在自己家裡面生活的這樣的一些青少年在他的這個地方去過日子，一起生活。那一起生活的這個過程裡面，除了他們當然上學之外，那這一個負責的這個張大哥，他還把他們組成一個樂團，逼他們學樂器，叫他們去表演，然後呢就帶他們到各地去巡迴，就說比方說去一些學校或是去很多監獄，對不對？因為你到監獄去，因為這些小孩就是在一個那個邊界，你不拉他一把他就掉下去了，因為他是過來人，他很小的，所以他就想說我是不是可以拉他們一把？大概故事是這樣。對，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些青少年的青春記事。在接下來可以看到台灣的故事以外呢，還有另外一個主題是記錄亞洲，還有全球凝視。這樣子的一個主題是想要借由整個世界帶進來桃園，想要給大家什麼樣的觀念呢？其實全球凝視，當然我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影片，是，尤其是因為很多的電影，對，很多電影它其實台灣的片商還是很棒的，就說它會不斷的進很多各個國家的影片，對，那問題是到了電影院就通通都擠在變形金剛跟那個鋼鐵人之間，然後上映的時間可能也不長，對，所以電影節有一個好處就是會提醒你去注意
比方说我们在全球凝视有一部影片叫做《交换新人生》，对，是法国的。这个影片非常的好看，它讲的是换心的故事。它其实就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小男孩，青少年啊，然后出去冲浪，身体非常健康，突然出一个车祸，就变成植物人了。那心脏如果捐出来，其实它是可以帮助别人的，可是父母亲很不舍，这是一个大题目啊。那所以这个影片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他的父母亲一直在挣扎，到底要还是不要。那医生你去劝人家要跟不要，医生本身也很挣扎哈。那等待心脏的人也很挣扎，所以你看到大家都在一种很为难的一个状态。没错。可这影片拍得非常好看，就是它让你看到，就是说生命有时候它有希望的啊，但是如果没有的时候，它也有它的方法啊。所以把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议题，把它讲得非常人性化，非常的好看。对，我就觉得说，像这种影片，它来自法国，实在是很值得大家看一看的。对，这些来自各早国家，无去用过西北天涯，还有透眼熊，我本太敢看到，都是生活上的议题。但是其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把故事说出来，让大家分享。而且除了天阳节都得看天阳营哦，其实还有讲座跟展览可以看的，对不对？这个展览有哪一些展览可以跟大家分享吗？给你讲。今年适逢导演杨德昌离开10周年，所以我们特别举办了杨德昌导演的纪念的专题特展。哇，杨德昌导演之前他拍过《光阴的故事》，比太嘎有坑沟某，对，还办了他的特展。那这个还有其他展览是在什么时候呢？这个展览的期间，展览我们从昨天就正式，好不易就可以是嘞，开展了。好，开展会一直到这个电影节结束，会一直到电影节结束，对，就在光影，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因为这个是免费的一个展，那我们做的很用心啊。那因为其实杨德昌是台湾的国宝啊，那他得了很多个大奖，尤其他最后一部片《一》在国际上得到坎城的最佳导演奖，那之后就是完全奠定他一个很高的位置。对。那昨天我们在这个开展的时候有一个座谈会，那当年跟他一起工作过的，不管是他的学生或是他的同辈，对。他们都说哇，杨德昌跑得很快，所以当年大家不认识他，对，无法接受他的电影。可是到今天回头去看，觉得他电影好棒、好厉害，而且都懂了。因为现在的观众比以前聪明，现在我们看手机啦，我们同时接收很多资讯，对，所以当时他的那种讲故事的方式，对现在的10年后的人来讲都没有困难了。好，那所以大家就觉得应该要重新来认识这一个导演。对，那所以我们那一个平面的一个静态的展览，大家可以看到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导演。然后如果去电影院的话，就可以看到像刚刚讲《光阴的故事》、海滩的一天，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恐怖分子等等哈。不，大部分票都快卖完了，糟糕！但是我们有2场户外放映真的还有户外放映，太好了。我们有《麻将》跟《独立时代》这2部是杨德昌的电影最少被看到的，因为他还没有数位化，找不到 DVD，所以我们会在这个19号跟20号，5月19跟20的晚上，我们在光影那边户外放映就不用票了，大家就是直接可以走进去看这样子。对，除了展览之外，其实还有讲座，而且讲座还是特别邀请到国外的专业的人来做讲评，可以请老师跟大家分享，也是邀请到哪一些老师跟大家分享这些专业的部分。是我们有是这样子，我们有一个专题叫做电影制造历史，是啊。它主要讲的都还是就是说电影里面在讲某一个历史时刻的故事。那因为我们常常都是从电影里面去学历史，虽然它是虚构的但是它一定是跟课本不太一样。对，好，所以到底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怎么样去呈现它？哈，那这个是可以来谈的。那电影制造历史这个单元，我们是跟这个歌德学院，就是德国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推手这样的一个单位一起合办的那所以他们就是希望说，是不是可以拿德国经验来跟我们的经验来做一个对谈？
谈。对，好，那所以我们就有一位这个劳夫申科，他是很知名的一个德国的影评人。那我们邀请他来，然后还有一位金素荣是从韩国邀请来的，因为韩国也有很棒的这个电影里面的讲历史的电影。对，我们就邀请了这个学者过来，一起来跟我们来做对谈。然后是用英文的，那一场会用英文，但是我们现场会翻译成，对不起，就不是客家话。没关系，有法语就懂好诶，唐先生就好诶，大家做的去到给片 keep 所以哈，大家某可以用这个知识还有经验的一些交流。鼓手啊，假使大家有限的时间，根本其实还有懂得自信冇办法。第一天是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大家就做的松明去请啦，桃园电影节就做的请到相关的资讯哦。鼓手今天谢谢慧珍老师，也谢谢小敏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两位。每次问各位观众朋友的时刻休息一下，停停运动线上来做运动。我是桃园泰雅族吉瓦索蛋，欢迎大家在5月12号跟我一起来参加桃园电影节。我是桃园的农民齐同贤，分享拍起家，共下来桃园天让节坤天让。我是来自越南的桃园新住民关美芳，欢迎大家一起来桃园电影节看电影。我是柯一正，欢迎大家来桃园中坜马祖新村参加桃园电影节，大家来看电影。